索达吉堪布的讲座非常精彩，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向索达吉堪布表示感谢。相信各位也有问题想向索达吉堪布请教，接下来就由在场的观众提问。师傅您好，我想问问，就是说我也是像在想这个，在初学佛和信佛的这么一条道路上走，我觉得特别难放下的。您讲的特别好，就是在放下自己的这个很难，就是思想上不停的出自我，这个您能帮我排解一下？哎，不管是佛学也好，实践当中呢，我们佛教讲一个暂时的这个一切万法万物的真理和究竟的真理。要讲究竟的真理的时候呢，我也不存在我说也不存在，包括你和我都不存在。这并不是光是说说而已，实际上我们通过微妙的这个智慧来观察的时候，所谓的我的确是不存在的。但暂时事物的真相来讲的话呢，我不用放下。佛教也是讲我是有解脱者，我从三界轮回当中获得解脱。从我们实践当中讲呢，我是需要的，有自我的奋斗和自我的创新、自我的这种开拓等等等。就所以呢，我想佛教的教义呢，就是并不是一句话就把所有的这个道理都可以概括，就是它应该有一种暂时究竟，或者说是不同的这个层面来分析这个事物的真相。那对我的我也好，就是或者是抛弃我的话呢，也是这样的。在某些情况下呢，我们要放下这个我执。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事业的时候呢，首先是你要有自我的奋斗是肯定需要的，但是你自我的奋斗太强了，就是不顾别人，然后完全是就是把别人的事业完全放弃，甚至呢就是害别人，那这样的心态呢，在我们实践当中也是不合理的。因此在这种道理讲的时候呢，佛教都是讲这个利他心。